日爸细人去散步，天时暗热，爸按多衫做乜嘅？爸书包去上课，二背调背日木度，腳唔出去。三表前表頭作定唔時間啊。四錯來啊，錯見10盤，錯我就錯個樣。五出去行啊出去是唔記得咧。日頭暗辣，唔好出去曬日頭。六出來，三暗斷，肚臍走出來咧，文章還寫唔出來。七春，小春較長刀，佢春手去拿東西。八打扮打球。九打開，同獵包餅打開來食。10帶，記得要帶電路轉來，皮包唔記得帶到。11等，唔拖了等挨一下，是得等下麼？12分，這兩下當上場，連同學都分唔出來。13高起，七行高起是到家木卡咧，佢同腳橋踢高起。14過來，天天行過來，唔好用走，同家張燈駛過來邊。